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Jessie Cat 澳洲生活。今日我哋嚟到澳洲嘅 LEGO 專門店，係要做一件我想做好耐嘅事。喺呢間 LEGO 專門店，除咗有賣各種唔同嘅 LEGO 之外，亦都有一個好特別嘅 section， 就係俾人自己設計 LEGO 人仔啦。我見到呢個 section 有好多唔同 LEGO 人仔嘅部位放咗喺度，而每個 LEGO 人仔係由5個唔同部位組成嘅。呢件事咁好玩咁得意又唔係貴，所以我今日就決定要砌3個屬於我嘅 LEGO 人仔啦。組成一個 LEGO 人仔嘅5個部位分別係頭髮、頭、上半身、下半身同埋配件。喺頭嘅部分已經有好多唔同嘅五官同埋表情可以揀。頭髮方面亦都有好多唔同造型，唔係淨係長頭髮、短頭髮咁簡單㗎。我花得最多時間考慮嘅就係面部同埋頭髮啦。決定好呢2樣嘢之後呢，就去睇下上半身同埋下半身有啲乜嘢服飾可以揀啦。上半身係有唔同造型嘅，但係下半身基本上就係唔同顏色嘅腳啫。而配件方面亦都有一啲係幾有創意嘅。終於就設計好咗我嘅第一個 LEGO 人仔啦。整咗一個女仔，咁下一個我就決定整一個男仔啦。如果想要襯得靚，要仔細咁揀嘅話，其實整一個人仔都花幾多時間㗎。整完之後就可以攞一個紙盒準備去俾錢啦。我嘅3個人仔都完成啦。下次再嚟整多幾個唔同造型嘅先。我覺得呢個自己砌 LEGO 人仔嘅環節呢，真係好好玩。20蚊3個，其實慢慢砌呢可以玩好耐。然之後又可以拎3個自己整出嚟嘅 LEGO 人仔返屋企。其實好適合嗰啲玩 LEGO 玩到有少少故事性，想要創造自己角色嘅人嘅。我見到除咗我哋之外，亦都有唔少其他人喺度玩緊呢樣嘢。除咗 LEGO 人仔可以有自己嘅組合之外呢，其實 LEGO 一樣可以 pick and build， 不過呢，就唔係我今日想試嘅嘢啦。大家如果經過 LEGO 專門店，都可以試下呢樣嘢。